来看，在桃园机场又有白牌仔车违规载人客事件，航警局早起是伫咧第一航下查到一个违规驶出驾驶，伊唔配合调查，阁想要绕跑，这车顶的乘客全对车顶摔出去，驾驶甚至阁要降落的动作，警方就赶紧对空中开枪警告，向let仔开8枪，甲车炸落来，驾驶嘛当场互掠走。 对车顶摔出来，香港招女乘客跋坐伫涂骹，防护到航下，因那违规的驶出来司机，经过警方检查了后，也前后冲浪，想要逃走。警察开枪警示了后，对恁仔开枪，全部和平将该翕来。受伤那个都还没做好啊，怎么又跌下来，然后那车子又把他压到他的脚，好像是那什么事叫他停，他不停。 航下监视器显示，这事故发生伫桃机一航下入境车道16号回边的所在。乘客伫早起9点外坐上车时，警察来检查，驶出来司机唔拿故作检查，也加速要驶离开，造成乘客用摔出车外，伊也继续冲浪，也引挨到人客脚骨。有前后高速冲撞行为，远警为防止危害，开8枪制止。远警及驾驶未受伤，将蔡姓嫌犯当场逮捕，全案。 依公共危险现行犯移送。今日6月，相关伫桃园机场也发生白牌车违规招客，当时看到警察来，违规的司机故作检查，加速来驶走。车顶人客惊到跳车，手骨受伤。机场公门违规招客一直发生，汽车运输业驾驶员全国总工会特别讲，政府哪吒也要过来加强。大部分都是有个集团在，可能上面还有一个集团在处理这个事情。我们还是呼吁政府要再加强嘛，取缔5000多件，可是我觉得。 我们那边的驾驶感受不出来。依据公路法，白牌车违规营业载客应处代票10万以上到2500万的罚款，情节重大应吊销驾照甲牌照。经过统计，白牌车去年伫桃机招客，共处理就5790件，不过只有200多件以上裁罚。主要是不少业者用分工的方式闪避现行犯查缉，处理困难。工会呼吁，除了查缉以外，应该多多向这个外籍旅客来宣导合法坐车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